主要所讲，既然劳苦陪同大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了你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一年的头一个礼拜日，咱会通来到礼拜堂，伫遮敬拜上帝，伫遮唱歌学乐，感谢祈求，领受教示甲祝福，亲像伫天顶的敬拜。照圣经启示录所记载。伫天顶，上帝宝座的四围有四个画面，围着伊伫宝座日暝无停来唱尊贵、荣耀、感谢的歌，献互坐伫宝座顶永远活地的上帝。请咱也同心做声来吟圣诗，学乐尊崇咱至高至尊荣光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1首，圣诗51首。现在，现在，现在。请坐，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掌理万有、至诚至尊、独一真活，愿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伫2019年的头一个礼拜日，你互阮正主内兄弟姊妹同齐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用欢喜感恩的心。唱歌学乐敬拜你，感谢你，也要对牧者领受对你来的教示甲祝福，献上阮的奉献回应你的听，愿有着这个美好的敬拜，深深感谢你，亲爱的主上帝，你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临，亲像透早的日光对天顶临到伫阮。要照光坐伫黑暗中死荫关系内面的人，将阮的脚引带到平安的路上。阮伫过去这2礼拜中，经历庆祝纪念主耶稣的降生，以及侪侪靠无你的救恩来受洗归入白囝圣神的名的礼拜，搁较确信天下无有赐落别的名，互阮会通得到救的。就是确信隔断人甲上帝中间3000军的罪恶，只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受难、牺牲，
赎罪搁活，才会较赢。也确信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才会通脱出死亡黑暗的交界。真侪新创造的人，领受圣神，入伫光明得自由。有关并真做上帝囝儿查某囝，结连伫上帝永远的活命中，领受上帝的医治、保守、看顾甲所赐各种恩典福气。主，愿深深感谢你，也要欢欢喜喜感谢主你极大的恩典疼痛。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会通伫奉你圣名所建立的教会中来敬拜、来受造就，学习主的教示，来彼此相听，来分享主的救恩好消息。过去的一年，感谢你，互阮众兄弟姊妹甲村里的人，对年长的到幼园，伫主任牧师、牧师团、干事、长职、事业经营团队、主日学正四班团契、小组、小家、双年大学、牛毛庄造就班的正同工、老师甲志工，同心拍拼，用心努力，互阮事事顺利进行、进步发展。伫主任牧师牧养心灵的讲道信息、宣扬听的活动甲福音的活动中，互阮更较了解你的心意，互阮所行所做更较下注你的心意。展望新的一年，恳求上帝，互阮的教会诚侪地上的盐、世上的光，高举上帝公义、慈爱、怜悯。因为你的拯救甲赐福，互阮伫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伫每一位信徒的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上带来改变的力量，甲满满的祝福。恳求上帝，互阮每一位牧者心灵拢勇壮，服侍更较有力。相信每一位长老、执事、干事充足的智慧甲能力，帮咱教会不断向前。赐福保守阮每一位同工，坚固大家手所做的工。赐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体健康、情绪平稳、灵性勇壮、工作顺利，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带领阮每一个人头前的道路，使阮加倍稳定福气甲力量。伫新的一年，尽量伫阮所受交托的服侍，建立相听甲互相帮助的教会，追求你借着圣经、祈祷、吟诗，别人甲环境对阮所讲造就甲安慰鼓励的话，常常吟诗快乐、感恩祈祷，互阮逐人更较勇壮进步，造就家己并关怀需要的人，尊主最大，并遵守你的命令。结连伫主亲像栽伫溪边的树，无生好看，常常结果子来荣耀主的圣名，利益人群。万的祈祷若是下伫主你的旨意，恳求你阿罗听，佮成全。愿当爱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同心做声向你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伊对你亲像伫天。愿你的心肯定互我，下面阮父，亲像阮到下面互阮人，我哋做阮日日起，就叫阮看你的派系，因国万民因拢是你所有，到大家为止。阿门。上帝的话，启应伫圣诗后边，启应文第15篇，启应文第15篇，咱互相来启应上帝的话。伫
第19页的所在，就是4篇65篇。我来客，请大家来引。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老，伫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称群里，踮伫你的院内下，因要因为你的福、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上帝好，伊的水满满。你管辖田园，满伊的狗，收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地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砍。阿免。先知哈巴谷来祈祷讲：上帝啊，我听见你的作为，心中就充满敬畏。求你伫这个年中间，搁兴起你的所做，请咱也同心做声来吟圣诗，求主关灵圣手，叫醒昏迷心智。互人心灵听你，充满圣神恩赐，来吟圣诗168首，求主奉献教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168首。请咱有缘徛伫咱来用咱的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愿是上帝。
请坐。咱即条要请圣乐队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现的诗，着欢喜快乐，着欢喜快乐。感谢圣乐队用快乐的歌，祝福咱欢喜来到上帝的厝，见上帝面，永远快乐。
全国落上帝彼此相听，建立信仰，同心传扬好消息，愿一切荣耀归伫咱的主上帝。一条，请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福音书内面有两个所在，咱来看圣经。头一位是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路加第10章38节到42节。伫中文译本是115页的所在，台语汉语本是81页。伫遮讲到耶稣访问马大甲玛利亚，耶稣甲门徒继续因的旅程，入去到一个庄头，伫遐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妇人人接待耶稣到伊厝里。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听伊的教示。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心恶杂，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做遮济代志，你嫌无要紧，叫伊来甲我斗骹手。主因讲：马大，马大，你为着代志多，得挂虑操烦。但是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无人会通甲伊抢去。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2章第9节到11节。约翰福音第12章第9节到11节。中文译本是167页的所在，台语本是121页。咱三合来看。一大群犹太人听讲耶稣伫伯大尼，就去到迄所在。因若是为着耶稣才去，也是想要去看迄个耶稣，互伊对死搁活的列撒罗。所以这市长计谋连列撒罗也要杀，因为侪犹太人为着列撒罗的缘故，离开因，信了耶稣。上帝话到遮咱。即条要请咱敬听的主任牧师来传讲信息。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得到上帝欢喜的教会，得到上帝欢喜的教会，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牧师要用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教会这个题目，甲大家分享。这嘛是牧师的一个祈祷。愿上帝互咱的教会真正真做，互上帝欢喜的教会。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这个时刻甲阮三合伫地，安静阮的心，阮的心静静听你的话。也想使开力，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实行出来，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恳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讲到一个家庭，这家庭中间有三个成员，就是马大、玛利亚甲列撒罗。这家庭是主耶稣基督真喜爱一个家庭，每一遍主耶稣基督若要去到耶路撒冷，拢会经过这个家庭，伫这个家庭做一个休息站，接受这个家庭的人的款待。这个家庭的三个成员拢有无共款的运数。我真心期待咱少年教会兄弟姊妹，也会当有这三个人生命中间迄款的特质，对头到尾拢互主欢喜。所以牧师要用这段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得到上帝欢喜的教会这个题目。这个三个成员中间，咱首先来学习这个玛利亚。玛利亚，咱来学习的部分就是伊的敬拜。对玛利亚身上，咱要学习是敬拜的态度。咱来理解，上帝的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
就是帮赞大家会当敬拜上帝。如果伫教会中间，咱无要敬拜上帝，咱只有交易、快乐，也是互相帮赞，安尼嘛袂当称作上帝教会。所以咱来到教会，就是爱去拄着上帝。咱毋是干那拄着真济咱所听的兄弟姊妹，咱嘛要拄着上帝，服侍上帝。其实大家若有注意，牧师来双年教会已经2年外。来双年教会其实有第一项工作，牧师就是期待将咱的礼拜来处理好更较好势，互咱会当真心去学习敬拜，互双年教会真正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教会。所以咱伫这过程中间，咱透过玛利亚来学习敬拜几个项真重要的态度。第一，就是咱看见着玛利亚伊的脚步，咱看见着玛利亚来，当耶稣来时，玛利亚来坐伫耶稣的脚前，听伊讲道。当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因的厝，玛利亚就坐伫主的脚前听伊讲道。伊用一种较无耶稣基督的话，这种的态度来服侍耶稣。咱来理解，当咱敬拜上帝的这个过程中间，较无的态度其实是帮助咱敬拜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咱每一个礼拜来到圣殿，咱毋是干那人来尔，咱心无来，咱是用一个较无的态度来压制上帝要互咱的恩典。圣经安尼讲，诗篇42篇第1节讲：上帝啊，我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咱有亲像一只鹿，较无清凉的溪水，相款即款的较无上帝的话。咱来到圣殿敬拜主，咱用较无的心做准备，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较无是咱敬拜到得到上帝欢喜的一个关键。第二项，咱来对玛利亚学的，就是伊除掉伊心中摆除心中所有一切的挂虑、艰苦、烦恼，伊拢放伫耶稣基督的脚前，专一的心志来服侍上帝。咱看见着这段圣经中间，马大看见着玛利亚坐伫耶稣的脚前，伊就开始埋怨，伊对耶稣讲：我安尼无用，你看我的小妹都坐伫你的脚前，敢通叫伊来斗3工？耶稣就对马大讲：马大，马大，你为着真济代志操心烦恼，但是有一件是袂当欠少的。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介好的代志，无人会当对伊手中夺走。马大因为服侍耶稣，心内操烦，直到伊无法度静静听主耶稣所讲的话。咱来到圣殿嘛是同款，当咱进入圣殿了，咱来将咱的心安静落来，有平静安稳的灵，咱才能真正去听到上帝的心意，听到上帝的话。所以，将咱的心安静落来，这是甲上帝沟通的一种第一项准备。咱真心来理解，牧师常常来大家提醒讲，咱来礼拜吼，敢爱准时？毋通准时，爱安怎？爱提早，爱提早来。特别是咱教会爱坐电梯起来，所以咱爱更较提早来教会，咱伫礼拜前10分钟，牧师就带大家安静心的祈祷。目的是安怎？咱来放落一切操烦的事，互咱能专心来仰望上帝的话，摆除去除一切的这个挂虑，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咱安静伫上帝面前，准备好咱家己。第三项，咱来对伊学的是啥物？就是伊自身看伫上帝。玛利亚所做的，就是专注来仰望。咱咧敬拜的时阵嘛是安尼，咱爱自身伫上帝的身上。咱来到教会，咱爱将迄个焦点放伫上帝的身上，毋通放伫人的身上。我最近伫即个网络顶面有看到一篇文章，我感觉真趣味
伊咧讲吼，一个姊妹来到教会，伊发觉讲教会内底吼，逐个吼咧礼拜的时阵吼，拢无专心嘛吼，有诶咧讲话啦吼，有咧毋知咧讨论啥物货吼，有诶毋知咧想啥物货，伊就因为看到遮个人吼，伊个心拢做袂安静诶吼，所以伊就对牧师讲，以后我无要来礼拜啊吼，这教会逐个拢无敬虔吼。叫牧师就讲，安尼我甲你做一件代志啊，后一遍你来礼拜的时阵吼，你捧一碗水吼，水来爱迄碗爱水爱填到满吼，你着安尼慢慢仔行，你行一日吼，教会来行一日吼，行一日吼，当然这是故事啦，你毋通安尼做吼。讲教会安尼行一日吼，叫伊着真正安尼做了吼，这牧师来问讲吼。你咧捧这碗的过程中，阮行一日的时阵，你敢去注意到啥物人咧讲话？敢有注意到啥物人无专心？啥物人咧拄久？伊讲无啊，因为我拢惊讲水会车到吼。伊讲因为你咧专心即件代志的时阵，你着袂去注意到外围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咧咱提醒几项。第一项就是讲，咱来到教会吼，毋通去影响别人敬拜。第二项就是讲，咱来将迄个焦点注视伫啥物？注视伫上帝顶面。咱伫敬拜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咧带领咱的人，咱毋通注视伫因的心上啊！吼，你毋通伫遐讲，打迄个圣歌队祝分数，讲今仔唱了有走音无？吼，唱了有好无？你毋通伫遐祝分数，伊是咧带咱敬拜，伊要将迄个焦点放伫上帝遐。所以你听牧师讲道嘛是相共，你要注视伫牧师传讲的话语，毋是。注视伫牧师即个人，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咱对玛利亚，咱学习敬拜的态度，就是爱较无爱弃除了烦恼、忧愁、挂虑，然后专一心志来仰望上帝。这是咱对玛利亚所学习的三项代志。对马大，咱嘛爱学习；对马大爱学习的功课，就是尽心服侍。一间受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嘛爱学马大。这段经文中间，一般的人会认为讲，马大好亲像被耶稣批评，好亲像伊所做的服侍，耶稣无欢喜。实际上，我深信耶稣的意思毋是安尼。耶稣讲，玛利亚选择迄个上介好的福分，其实有伊的意思。所以咱来理解，马大的心志。马大看见着耶稣要来，伊心肝一定总欢喜的对无？那今仔讲咱耶稣要来参加咱的礼拜，咱一定总欢喜的对无？牧师讲可能在楼骹来接伊，可能叫所有咱咧服侍的人拢爱准备好势，因为今仔耶稣要来。但是牧师嘛要问你一个问题：今仔耶稣敢有来？有嘛？耶稣英文讲，若有2、3个人奉伊的名自执的，伊就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耶稣已经来啊，所以咱一定要真心来服侍伊。所以咱爱对玛利亚学几项真重要的，无论伊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咱拢爱学习来反省。第一项，咱来学习伊热切服侍的心。咱看见着马大这个是马大马大服侍是充满热切的心，这种态度是咱爱学习的。因为伊真热情欢迎耶稣来到伊的厝，伊是充满热情的。这款态度就是咱来学习的。所以牧师期待，咱伫新的年度中间，咱每一个参与服侍的同工，特别是咱等下要就近的各团契咱的组织或者的同工，咱要有一个心志，咱来服侍每一件代志，服侍每一个人。拢那亲像咧服侍主耶稣基督同款，这是一个要紧的态度。咱来充满迄个热切的心去服侍，但是咱嘛对马大的错误中间来学习。马大伫服侍顶面有一个错误，就是伊用家己的角度来看耶稣的需要，伊心内咧无用，直到伊无法度体贴耶稣的心。玛利亚所做诶，伫遐静静听主耶稣基督讲话，这是体贴耶稣的心啊。所以这互咱一个真重要提醒：伫
伫咱咧思考的时阵，咱来去思考；咱咧服侍的时阵，咱来思考，咱所做的，敢是真正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咱咧服侍，咱对服侍的人，敢是真正是伊的需要？有的人真热情啊，但总是无法度真实去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教会中间咧服侍，咱首先爱去体贴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了解主耶稣的心意了，咱献上咱的服侍，咱献上咱心灵的服侍，会当真正去满足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第三项嘛是非常重要，就是即个拄则所讲的即两件代志的关联，就是敬拜甲服侍爱连结做伙。对马代的亲像咱也学习到，服侍需要甲敬拜连结。咱来理解伫即段经文讲玛利亚来坐伫主的脚前听伊讲道即个伫伊的原文中间头前有一字叫做希腊文叫做凯即个字翻译做中文叫做耶啦意思是讲，即段经文应该是安尼翻译的，讲玛利亚也伫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伊的道意思是安怎？即作者讲玛利亚毋是坐伫遐享受尔，伊伫耶稣要来进前已经备办好伊应该爱备办的代志。当耶稣来的时阵，伊就静静坐伫耶稣的脚前来听伊讲道。意思讲，玛利亚毋是讲伊啥物代志拢无要做，是已经完成伊所做的工作，坐伫遐享受主耶稣基督甲伊同在的美好。互咱明白敬拜甲服侍咱来结连做伙，意思讲，咱来对敬拜中间得到服侍的力量，对敬拜中间去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然后对敬拜中间得到的力量去参与伫服侍中间。所以牧师一直期待咱的教会真正能成做一个服侍社区、服侍城市的教会。咱才着敬拜，去了解、体贴耶稣的心。咱来想看，咱伫礼拜中间去思考，耶稣伫即个时代中间，会爱咱安怎去服侍即个世代的人，爱推动啥物款的事工来荣耀伊的性命，然后咱较热切奉献咱本身来参与服侍。这是牧师对咱教会上界大的期待。所以，咱来将敬拜、热诚的敬拜，甲真心的服侍，来牵连做伙。这是咱对玛利亚甲马大两个人会当学习的。第三个，就是这家庭成员中间的猎杀路，咱来对伊学习一件事，就是伊的生命见证。伫圣经中间咱无看见着猎杀路讲啥物款的话，但是咱看见着猎杀路有一个生命中间真重要的经历，就是伊捌死去，但是主耶稣基督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因为伊即个对死人中国活即个见证，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有真侪犹太人因为猎杀路的缘故，登去信了耶稣，所以咱看见着因为伊国活的见证，影响真侪人来信耶稣基督，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生命的重新国活的改变，是上界大的见证。咱的教会爱成做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充满生命改变的见证。亲爱兄弟姊妹，咱嘛爱对猎杀路来学习几项。牧师要用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22到24节，我已经讲过几啊遍。我要用这段经文，甲大家做伙来同齐思考，安怎互咱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活活的见证。好，第一项，牧师希望咱来学习的就是保罗先生来讲，恁来脱落迄个一向互恁生活伫腐败中间的旧的我，迄个旧的我是因为私欲的诱惑来腐化。咱伫新的一当中间，咱来对旧的我来告别，对老的我来告别。
伫新的一冬中间，咱来去反省，咱伫过去的日子中间有啥物款无好的代志咧控制咱？咱来挖靠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来甲这个代志切断关系。伫过去的日子中间，咱可能有时会信心软弱，常常要挖靠咱家己。咱对即款无好的代志，咱来讲，我无要甲伫新的一冬，我无要搁再受你的影响。伫过去的一冬中间，咱可能有时常常陷迄个忧闷，失去信心，软弱。咱对主讲，主啊，伫新的一冬，我要甲即个软弱的我告别。过去可能咱的性格无好，常常爱发脾气。咱对主耶稣讲，伫新的一冬中间，我无要搁再受即个暴躁的脾气所控制。所以咱将咱旧的咱，来脱掉，然后安怎来成就新的咱？圣经中间讲，恁的心思意念爱更新，爱成就新的我。这个新的我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牧师期待咱伫新的一冬中间，咱对家己的生命的成长爱有期待啦，爱有期待。咱对今仔日就对咱家己讲，我伫今年的生命中间，我明仔载要比今仔日较好，我今仔日要比昨较好。牧师有4个方向提供大家，咱来记起来，咱来记起来。第一项就是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来尽力。咱教会每一天拢安排读经的进度，咱敢会当对上帝讲，主啊，我伫今年这当中间，你赐我信心，我每一天拢会当读你的话。咱教会今年有2项真重要要推动的事工，一项就是祈祷，一项就是读圣经。咱伫即礼拜拜二暗时开始，咱都有开始训练大家安怎祈祷的一个训练会，拢总6礼拜尔。你会当来报名来参与。好了，迄天咱的干事老讲，咱拢总有209个人报名。这个无够，这较照咱教会无够1/5的人。咱讲上帝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对无？咱需要搁较侪人来祈祷。有的人讲有的牧师安尼讲咱伊咧讲若礼拜时人真济是因为咱圣歌队可能切了真好，牧师讲道大家搁听会落，这圣歌队牧师受欢迎，礼拜人济。咱若庆生会若主餐人济，迄是食物受欢迎啦但是若祈祷会人真济是安那？耶稣受欢迎。所以牧师期待大家真正，咱伫新的一冬，咱对家己讲，我愿意来参与教会祈祷会。搁有查经班，对3月份开始有新的查经班开始，咱常常将上帝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内，对咱的生命会当有真大的帮助。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甘心乐意来奉献，特别是月定的奉献。牧师去牧会过程中间，我拢有一个习惯，就是讲我绝对袂看啥物人奉献偌济钱，所以恁奉献偌济我拢毋知，但是这是甲咱甲上帝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牧师要勉励大家咱每一个月一定爱定期来奉献，每一个月一定要定期来奉献，亲像咱咧诱发咱老爸老母同款，你会讲牧师阮老爸做好嘢咧，我感觉定期互伊，当然爱。这是咱表达咱心意的一个方式，所以每一个月月定的奉献，这是介要紧。第三项，就是咱爱甲家己做一个约束，每一个礼拜我无要欠惜，咱敬虔的礼拜服侍上帝。最后一项，咱对上帝讲，我今年要带一个人来信主。我厝内底的人有人也未信主的，我绝对要今年要找机会，不断祈祷来招伊来教会。我的朋友中间有倒一个还未信主的，我用伊做目标，替伊祈祷，带伊来教会。我其实去年的第1个礼拜，我嘛问大家
讲有今年要带一个人来信主的，足侪人拢有举手哦吼。迄阵我袂记来翕相啦吼。但是这是你甲上帝中间的一个誓约。这四项牧师期待讲，咱将伊记伫咱的心中心肝。咱伫新的一档中间，咱对家己有一个新的期待。然后第三项，就是爱勇敢做见证。拄则牧师所读的《以弗所书》第4章的24节讲，这个新的我是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意思讲，咱的见证爱表现出来。生命改变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爱为上帝做见证，而且这种见证是上界有效、上界有力量的传福音的方式。咱看见着耶撒路的国外的见证，互真侪人信耶稣。咱嘛是同款，如果咱生命有改变，就会当加做上界好的见证。除了安尼以外，牧师阁对咱的教会有两个真重要的祈祷。咱除了亲像玛利亚同款敬虔的礼拜，咱除了亲像马代同款尽心的服侍，除了亲像耶撒路同款有生命的见证，阁有两个真重要的期待，就是第一项，就是咱看到这个家庭中间两个姊妹，伊是专心信靠耶稣。伫耶撒路4国外的记述顶面，咱发现马代甲玛利亚。因是专心信靠耶稣，因对耶稣讲：“主啊，假使若你伫遮，我的小弟都袂死。”因对耶稣有遐尼大的信心，虽然因的信心还阁无够完全，像因的小弟死了，主耶稣嘛有迄个力量，互伊的小弟对死人中阁活。但是即款专心信靠，对耶稣基督的专心信靠，互因领受更较大的信仰基础伫因中间。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如果若有期待，咱的教会中间有真侪信仰基础，咱的信心是该要紧。咱看见着这两个姊妹，虽然遭受着遮尔大的挑战甲困境，因的小弟死去，但是因明白信靠耶稣，的确主有美好的安排。咱需要有这款的信心伫咱的教会。真做一间上帝所欢喜的教会，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咱的教会爱起造伫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嘛。所以，咱爱活出咱有信心的生命，互别人看见安尼来羡慕咱的信仰。最后一项，咱看到这个家庭，因是一个彼此相听。除了有信心以外，咱看见着。玛利亚甲马代因为伊的小弟死亡、丧失生命，因来啼哭，甚至因也感动耶稣，耶稣嘛哭。所以伫教会生活中间吼，这疼是上界重要的因素。咱是一家人，咱来亲像马代、玛利亚、耶撒路同款，彼此相听，上帝恩典就成就伫咱的中间。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激励阮。主啊，阮何等较无亲像马代、玛利亚、耶撒路这个家庭同款，因遐尼敬虔的敬拜你、服侍你，因遐尼专心尽力来服侍你，因也用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阮求主你赏赐阮相款的信心，互阮透过彼此相听来见证，你就伫阮的中间。阮求主祝福保守看顾双连教会，互双连教会真做得到你欢喜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说接请咱来吟圣诗219首，来准备咱的心来参加做主的道。圣诗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五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接下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的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起饼来祝谢，虽然达成教义的模样来感谢主，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圣经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加做阮属灵的培养。帮助阮会当不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破碎伊的身躯，互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虽然当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就是新约，是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感谢上帝。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疼，互阮甲你同齐的享受你所设立的圣餐。主，阮知透过圣餐，互阮明白，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了后，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继续要用奉献来做咱的敬拜。伫未奉献的大先，我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他即摆来到阮中间，甲阮三甲做礼拜兄弟姊妹。你若伫外口无填迄个留名卡，请你伫座位前有留名卡，你会通填，互阮有机会，啥物会通交互受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欢迎你。即点，请咱来准备奉献。请咱起立，咱三甲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万福的上帝，对你丰盛的恩典，像是阮逐人有各种的恩赐甲生活。阮用感谢甲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照着你所教示的，献上对你所领受、所交托的使命、时间、财前、金钱、
甲阮生活中为着你来所做的大道关怀甲好所行，恳求你甘纳，将做上帝国圣工的需要甲众人的祝福。安尼祈祷拢是奉托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请坐。接着，咱要来举行新年度各团契小组诗班干部的就任式。咱伫就任式中，请新任的会长、队长、团长等代表来出列，其他的同工请伫座位中来徛立。咱这条。请咱牧师来主持这个就任式。咱这时阵要来进行咱教会的机关的首长，以及咱各团契的会长的就任式，咱的名单记载伫咱的周报的第4页。同工请徛立伫咱的原本的位置咧，同工也请起立，同工也请起立。咱这时刻要来设立教会的机关的首长，恁着在徛立伫上帝面前的正同工，恁着照恁的心灵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要领受上帝所交代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着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分。恁有要安尼行啊无？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以你的正经力中间，你竞选人来服侍你，服侍人。阮感谢你，互阮有遮尔大的福分，接受你的调命，来回应你的恩典。来参与伫教会的机关、教会的团契的服侍中间，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这徛立伫你面前众兄弟姊妹，互因会当接受你交代因的使命，用心尽力，用敬虔的态度，尽因的气力来服侍你、服侍人，也透过因手所做的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恳求主你顾守因的身体、因的家庭、因的事业，以及因所做的工。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各机关的首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甲恁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好，咱请恁向后转吼，咱拍鼓啊，大因鼓励吼。愿上帝亲自使用因，成做众人的祝福。咱这时阵要请双年团契的会长来代表因接受这个任命书。
咱起来台点吼。咱各团契也是讲机关吼竞选者的遮的首长来服侍大家吼，咱着常常爱替因祈祷吼，甲因合作，互咱各团契各机关的进行，各事工的进行会当真顺遂吼，咱搁一遍拍拍来祝福，多谢。请咱会使首长请退场。这条咱来做简单的教会消息的报告。咱新的年，咱教会特别赠送会友每一户一份蔡牧师家己亲笔写的这个春联吼。欢迎伫礼拜后伫10楼的走廊来摕。祝福大家新年蒙福。平安喜乐。咱基地关怀内底本会会友吴俊佳弟兄伫去年12月18安息主怀，定日1月15，就是后礼拜二，顶晡9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永楼真爱义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来到及参加，愿上帝安慰伊祝。恭喜本会会友。林神佑、陈立菊长老伉俪囝林伟丽先生，甲陈丽涵小姐定伫本主日下晡3点正，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来观礼，愿上帝祝福新人新家庭。咱总务委员会有为着去年度的决选的这个插销吼，所以请各团契甲诗班伫本主日将以前吼，将这个去年的校谱团票甲扣缴的资料奉献明细，交伫9楼行政中心的徐兆平主任吼，这是总务委员会报告。咱总备委员会为着有这个大祈祷事工的训练，拄牧师伫讲道内底有讲，咱这个礼拜拜二暗时7点半，甲拜五早起时10点半吼，拢伫第7楼的礼拜堂有这个祈祷事工的训练，拢总有6礼拜吼，对这礼拜开始吼，这个。咱就部内底第8也有即个身体欠安的兄弟代祷吼，请咱大家来关心吼，来代祷有闲咱就敲电话甲因访问一下吼，报告以上，即粒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大家平安。我这个时阵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有一位叫练家豪、连家和晨曦，好，伫那这里倒位吼？练家豪的弟兄吼，那我们拍破来欢迎伊啦哈，用这个还有这个顾小军姐妹，加号，欢迎哈。够简秉成先生，表一下哈 ，OK。好，在后面哈。好。还有够那个龚义轩、龚博玉，还有王善清，好。这加号，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再跟咱做伙敬拜，兄弟无介绍的。好，咱等下请这贵宾来，咱去甲咱的贵宾席吼，咱边仔人当然带去贵宾席的所在，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吼。
完全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多谢。即条请咱起立来吟上行的圣诗，吟诗了，咱要请牧师来祝祷哈。上行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恭受差遣。